第31章第1節，雅各聽見拉班眾囝有話講，咱老爸所有的雅各攏搶去，閣對咱的老爸得到這個一切的榮光。雅各看見拉班見到伊，無親像從前的面色。耶和華對雅各講：你著倒去你的爸公的地，到你的親族遐，我要甲你治地。雅各找人叫拉結甲利亞到山野到羊群遐，對因講：我看見恁老爸見到我，無親像從前的面色，總是我的爸的上帝時常甲我治地。恁也知，我盡我的力做恁老爸的工，恁老爸騙我10擺過換我的工錢，總是上帝無容允伊害我。伊若講有點的歸你做工錢，就羊群所生的攏有點；伊若講有份的歸你做工錢，就羊群所生的攏有份。安尼，上帝將恁老爸的精生搶來予我。第10節，羊交合的時，我夢中夾目一個看見拍羊母的羊公，攏是有痕的、有點的、有花斑的。上帝的使者佇迄夢中叫我講：雅各，我講我佇遮。伊講：你夾目看，拍羊母的羊公，攏是有痕的、有點的、有花斑的。凡那拉班對你所做的，我攏看見。我是逼着你的上帝，你佇遐捌用油抹跳，對我下願，打你著起來，離開這所在，倒去本地。拉結甲利亞因伊講：佇阮老爸的家，減還有阮通得的家伙甲產業嘛？我減毋是互伊看做外人嘛？因為伊賣阮。吞食阮的價錢，上帝對阮老爸所搶出一切的財物，遐個就是阮甲阮囝的。當見若上帝所對你講的，做你去行。雅各就起來，互伊的囝甲某攏徛駱駝，閣帶一切的精生甲所積聚的財物，所得到的精生是佇巴旦亞蘭所得到的，要去迦南地。去伊的老爸以撒遐，迄時拉班去剪羊毛，拉結偷摕因老爸家內的五項。第20節，雅各陪亞蘭人拉班逃走去，無甲伊講，就帶一切所有的逃走。伊起身過迄個河，往基列山去。到第3日，有人甲拉班講，雅各走去啦，伊就帶伊的兄弟三甲去對入。歷過7日的路站，到基列山才入着。暝時眠夢中，上帝到亞蘭人拉班遐，甲伊講：你著小心，毋通甲雅各講好講歹。拉班追着雅各，雅各佇迄個山已經搭步邊。拉班甲伊的眾兄弟也佇基列山搭步邊。拉班甲雅各講：你所做是甚物事？你啥事陪我，將我這個查某囝帶去，親像用刀劍搶掠一樣？你啥事暗前走，偷走也無甲我講，互我通用歡喜唱歌、拍鼓、彈琴送你倒去，閣無容允我甲外孫查某囝親嘴。你當所行是真戇，我的手本有力通害恁。獨恁老爸的上帝昨暝甲我講，你著小心，毋通甲雅各講好講歹。第30節，當你雖然戀慕你的老爸的家，不得不著去，啥事偷摕我的性命？雅各應拉班講，因為我驚心內想講，驚了你將你的查某囝對我搶去，論到你的性命，你對什麼人超着？伊就著死。當咱眾兄弟的面前，你認看，佇我遮有什麼物是你的，通摕去？因為雅各毋知拉結有偷摕因。拉班就入雅各的布邊、利亞的布邊，甲兩個女婢的布邊，攏超無，就對利亞的布邊出來，入拉結的布邊。
大家已经将偶像放伫骆驼的换下，来坐伫迄顶面。老板伫伊的布边来试过网，拢超无。大家对伊的老爸讲，经期拄啊到，袂画起来伫你的面前，求我的主无得受气。老板试过找偶像，超拢无。雅各就受气，甲老板计较，对老板讲：我有犯着什么过失，有什么罪恶？你竟然入我遮紧，你变忘我一切的家私，有抄着恁兜什么家私出来，通下伫你我的兄弟的面前，互因伫咱两人的中间判断。我甲你住这20年，你的绵羊母、山羊母毋捌有落体。你羊群中的羊羔，我袂捌食伊，互野兽伤害的，我无带来互你。我本身坐野，无论日时受偷，暝时受偷，你拢对我讨白。第40节，我日时互日晒，暝时互霜冻，拢袂顾得困。我常常是安尼。我这20年伫你的家。为着你2个查某囝，甲你做工14年；为着你的羊群6年，你10摆过换我的工钱。若毋是有我的爸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阁是以撒所行为的，甲我伫地。你稳当互我空手去。上帝看见我的苦情，甲我的劳碌，才伫昨暝责备你。老板应雅各讲。这个查某囝是我的查某囝，这个囡仔是我的囡仔，这个羊群也是我的羊群。凡那你所看见的，拢是我的。我的查某囝甲因所生的囡仔，今仔日我会甲因做什么？打来，咱两人通来立约，伫你我的中间做证据。雅各取石，徛做条。雅各对这个兄弟讲：恁着捡石头。因就将石头捡来贴规堆，大家就伫迄堆的边仔食。老板名伊叫以加尼撒合杜他，雅各名伊叫加雷德。老板讲，今仔日这个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，因为安尼名伊叫加雷德，也叫做米斯巴，就是讲，咱大家离别以后，愿耶和华伫你我的中间监察。第50节，你若苦楚我的查某囝，搁伫我的查某囝以外另外娶某，虽然无人甲咱伫地，有上帝伫你我的中间做见证。老板搁对雅各讲：你看这堆石，你看这支条，就是我所下伫你我的中间的。这堆石做见证，这支条做见证。我无要过这堆石去害你。你也毋通过这堆石甲条来害我。愿亚伯拉罕的上帝、拿福的上帝、因老爸的上帝，伫你我的中间判断。雅各就记因老爸以撒所行为的上帝来咒詛。雅各伫山里献祭，请伊遐兄弟来食。因食了，就伫山里休眠。老板透早起来。甲伊的外孙，甲伊的查某囝亲嘴，甲因祝福，就起身倒去家己的所在。